嗰日同3個朋友一齊飲嘢，其中一個咧個仔咧就去咗加拿大，佢就問我話需唔需要做 Granny Trust 咧俾加拿大個仔喎。咁另一個 friend 就乜鬼嘢嚟㗎？咩叫 Granny Trust 咧？咁今日就同大家解釋下啦。嗱，加拿大嘅 Granny Trust 咧，或者咧喺美國叫 Foreign Grantor Trust 咧，其實個概念都係一樣嘅，就係話咧一個叫外國人嘅信託。最主要咧就係個設立人啦，同埋個信託公司咧本身咧都唔係喺美國或者加拿大裡面嘅。咁但係呢個受益人咧就喺美國或者加拿大。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，相對收到嘅信託派翻嚟俾個小朋友嘅一個利益或者一個 income 咧，其實都咧有一個稅務嘅優惠，或者有稅務，或者甚至唔需要交稅喎。咁甚至咧喺個信託下面嘅資產咧增咗值之後咧，都會有稅務優惠，直到咧嗰個設立人離開啦，成個信託咧嗰個資產咧要交咗俾嗰個正式交咗俾個病人啦，個受益人啦。喺咁嘅情況之下咧，先至開始咧有一個叫做更加大嘅稅務責任。嗱，喺咁嘅情況之下咧，呢一個咧係個好重要嘅工具咧。第一，去延遲咧將個資產咧去傳俾下一代，同時間咧亦都可以管理嗰個稅務責任。咁所以你如果有屋企人喺美國或者加拿大，而咧有啲資產咧長時間遲啲想要交俾佢嘅話咧，都可以考慮咧用 Granny Trust 或者咧我哋 Foreign Grantor Trust (FGT) 咧去交俾佢哋。咁如果想知多啲，可以揾我哋啊。